张队长，导师睁眼在手，人人希望无穷。只要你懂星座，人际关系不出错。俺黑公公，跟布林要介绍的星座可不得了了，刻苦耐劳，务实又稳重。金牛座走在公黑最符合哈嘎精神的星座啊！任劳任怨，默默付出。便当来喽！阿米哥，这个给你吃好不好？我不吃茄子。好啊，暗自 say。阿米哥，我不想吃酸臭豆，给你吧。阿米哥，帮我把烧菜夹走。阿米哥，我这个姜片本。阿米哥，你要吃八角吗？没问题。你挠的醋和茄子都不见了，我讨厌的酸臭豆也消失了。没有洋葱，没有姜片的完美便当。便当里讨厌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全是我们喜欢吃的菜。难道是阿米哥？怎么了吗？是阿米哥，等一下便当的事都帮大家说一说。没问题。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不然你来做啊！实验金牛座总是任劳任怨又毫无怨言，不过太嘎可别对善良的金牛座太得寸进尺哦。1分钱1分货，贵的有价值。阿布买手机壳吗？对呀，之前都变成这样了，想趁机换别的牌子试试看啊。B 牌有国家级认证的，而且听起来没有问题，但拿起来比较不舒服。B 牌是个人体工学的也很不错，可惜不配合信用卡回馈。俺可以购买 C 牌，可以搭配优惠方案，算起来差不多18折的价格。而国内系的 D 牌是最优秀的。你上班没讲过 Q 用 QI 发，结果还不是因为太贵，又买回旧的牌子。不会啊，贵的我 OK 啊。重点是足不足得，我现在就是在分析他们的 CP 值。你不是想试试看别的牌子，还分析了一大堆啊？我啦，那些贵的太夸张了，我还是用跟以前一样的就好了。金牛座的他天生稳听，会把物质生活打理好。莫讲加油，俺给高，就是这样务实的个性，使得他们能够脚踏实地，且愿意默默的付出。说不定在你没察觉的地方，你身边的那位金牛座正不留痕迹的探索你哦。给不你的江真长就都要告一段落了。俺黑公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小铃铛，江真长，下次见。